后来，过来是台南立委的补选，退出民进党自行来参选的陈小玉来指控讲，这个网络顶有对伊不实的攻击，讲支持伊就是支持国民党，是咧操作弃保，伊呛讲要来告。国民党的郑良介讲，要投互食是乡亲家己决定的。啊，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讲，这种无事实的指控，唔免来回应。 清河满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徛伫街仔路南河地鸡运中替民进党候选人扭票，每一枪手拢无放过。台南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战况真激烈，因为本来国民两党的候选人早起拢选伫新化地区里拜票，民进党郭国文雄雄改伫新化，敢有其他的考虑？ 那我们10点本身就有一个活动在武德殿哈，因为今天是38妇女节，一连贯不用透过交通太浪费太多时间。 国民党候选人谢良介照决定计划伫新化扫街，脱离民进党参选的无党籍候选人陈小玉，伊讲网络顶面有出现支持陈小玉，就是支持国民党弃鱼保贵图文，伊讲这就是弃保的恶质选风。对这个代志，谢良介有做回应。 人民才是政党的爸爸嘛，你怎么会弃保？怎么是让你来操作呢？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嘛表示讲，暂时事实的指控无要回应，宣传到最后阶段，尤其是台南第二选区被当作是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候选人的一举一动拢引起人的注意。